台南市未来将成为智慧机器人产业聚落的重点。议员游泳池上午伫市政总集选，首先肯定市府团队成功的争取，希望带动未来溪北地区的重大建设。不过，伫柳营科技工业区3期总面积87公顷，会当利用的产业用地只有53公顷，是毋是有够使用？希望市府加紧来规划周边的土地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未来会甲工研院、6甲分院来协调，看是毋是会用释出来组互私人的研发中心。300公顷呢？啊，这52.52通用俩呢？啊，园区有够吗？啊，不够你讲要另外争取嘛，敢是？你左边的啦吼。对，佮利用佮扩展出来，未来嘛无排除讲4期，但因为即马3期才当你报编工业园即地。啊，即马第2阶段就是因为即马6科3是要报编，报编了我环评了，差不多1、2冬后才会当开始，所以这段时间工业园来用上紧。啊，等6科的3期的用好，啊，即马双双进驻，啊，即马开始想讲，双双开始进驻，开始想讲，啊，咱即马进驻到遮踊跃的，咱是毋是搁开拓4期？游园游泳池一方面希望市长伫个最后1冬外的任期，会用个完成溪北地区重大的建设以外。另外，嘛建议市长为了建设该开钱就要开钱，莫为了省钱起来省负债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负债省100亿，一冬就减2亿的利息支出，未来会利用折价出来的利息来作为地方的建设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